我今日要同大家嚟到講咧，就講約書亞記嘅戰役，係一個得勝人生裏邊，我哋今日咧特別要思想嘅一個戰役。我想問一問大家，約書亞記一共打咗幾多場仗？有冇人知道？或者打幾多個城，同幾多個王爭戰？有冇人識答啊？呢個問題唔記得咗吓。一共有31個嘅王嘅爭戰，31個王。我唔知道大家，如果你去拍電影啊，你會將邊場嘅戰役嚟到擺喺呢個電影嘅當中？呢啲嘅戰役包括到耶利哥、艾城、耶路撒冷、希伯倫、耶末、拉吉、伊基倫、基色、底璧、基德、何爾瑪、阿拉德、立拿、亞杜蘭、馬基大、伯特利、他普亞、希弗、亞弗、拉沙倫、馬頓、夏瑣、眾倫、米倫、押撒、他納、米吉多、基底斯、加密嘅約念、多爾嘅山崗、吉甲同埋德撒，一共31個嘅王出現喺每一個唔同嘅戰役嘅當中。如果大家要拍戲，你會諗邊場仗一拍出嚟咧，實可以賣座嘅，你會估邊個？耶利哥。有好多人話呢，約書亞記記載嘅戰役當中最重要咧，耶利哥嘅戰役。有啲人話咧，艾城嘅戰役，因為呢個慘痛嘅失敗呢，係令到以色列人畢生難忘。有啲人話希伯倫嘅戰役，亦都有話吉甲啦，或者其他亞杜蘭啦等等。嗱，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如果留意整個約書亞嘅記載，你就會發覺到好奇怪嘅一個現象。呢個現象就係咩呢？係進入到呢啲嘅戰役之前，神首先讓以色列人喺第4章過咗約旦河。約旦河同埋紅海啊，喺基督徒屬靈嘅生命嘅裏邊呢，有一個好特別唔同嘅一種嘅意義。紅海就好似我哋嘅得救一樣，乜都搞掂晒，耶穌基督嘅救恩已經掂晒啦。然後你就行喺個乾地嘅上邊、旱地嘅上邊，你憑信心行過去攞就得噶啦，係完全唔需要有啲乜嘢嘅代價犧牲，係白白嘅福音，你就憑信心接受，你就搞掂。但係當你留意睇到過約旦河嘅時間呢，唔係咁簡單。過約旦河係講乜嘢呢？係要進入一個流奶與蜜之地，或者我哋話要進入一個豐盛嘅人生，係進入一個日日都活得痛而不苦、殘而不廢、開開心心、豐足、影響人唔受人影響一個咁嘅人生。原來我發覺到咧係需要付代價嘅。呢個代價係乜嘢呢？係漲到滿晒嘅河水，你要憑信心踏隻腳落去抬約櫃嘅嗰啲嘅祭司。當你抬住個約櫃嘅時間，係憑住約櫃裏邊所象徵嘅神嘅意義。呢啲嘅意義係乜嘢呢？包括到律法書、神嘅話。第二，包括到亞倫嘅杖，包括到嗎哪。嗎哪我哋可以話從預表神學嚟講，係象徵到耶穌基督嗰個嘅生命，佢就係嗰個生命之糧，佢係真糧。喺呢個裏邊，我哋靠着耶穌基督呢一個生命，食咗佢啦，我哋嘅生命就完全唔同。然後跟住呢，亞倫嘅杖，因為佢出芽，係預表緊耶穌基督嘅復活啊！喺呢個地方，所以神嘅律法唔係要人去成就，唔係要人去搞掂，然後靠着係乜嘢呢？係從神而嚟嘅呢個真糧，然後跟住呢，佢復活嘅大能，我哋就能夠搞掂。祭司抬住呢個約櫃，就憑信心滿到寫都好啦，呢條嘅河去就去啦，死就死啦，就咁一隻腳就踏落去。而當佢哋一踏落去嘅時候呢，個河水就分開。嗱，我哋睇到第4章就係當過約旦河嘅時間，就係因為佢哋嘅腳踏落去，河水分開咗，以至有以色列人呢就能夠操過呢個約旦河。然後一過咗去之後，嗰啲水自然又再復合。然去到嗰個地方之前，
佢哋就要面對緊原來呢一個嘅所謂流奶與蜜之地，唔係佢哋想象中咁平、咁順、咁正嘅。豐盛嘅人生唔係一信咗主之後，受咗洗之後，然後跟住就一帆風順、逢凶化吉，乜都掂。原來入咗去之後，仍然係連場嘅硬仗，有31個嘅國仔，31個嘅王喺度等緊佢哋，等緊佢哋做乜嘢啊？你嚟就要打你，係咁樣嘅。以色列人去到嗰邊嘅時間，有好多嘅解經家，佢哋將個焦點就擺咗去第6章開始，一路去到征服成個迦南地嗰啲嘅戰役。但係聖經嘅作者，佢特別喺第6章打耶利哥城之前，佢加咗個第5章喺度。一過咗約旦河之後，佢先加第5章。而呢個第5章係講乜嘢嘅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第5章係成個約書亞記嘅關鍵所在。第5章係乜嘢嚟嘅呢？第5章其實係一個戰役嚟嘅。而呢一個嘅戰役呢，唔係用刀去打嘅，唔係用槍去打嘅，係用乜嘢去打呢？呢一場嘅戰役，你可以咁講，如果第5章嘅戰役以色列人打贏嘅時候，後邊嗰啲戰役呢，就一定一帆風順，一定打贏。而第5章呢一場嘅戰役，佢哋打輸咗嘅時間呢，第6章開始嘅戰役就一敗塗地。咁呢一場嘅戰役係乜嘢呢？馬丁路德講咗句說話，佢話基督徒嘅敵人有3個，記唔記得邊3個啊？有幾多人有聽過嘅？第一係撒旦，第二係呢個世界，第3係佢自己。而呢3個敵人當中，最難打、最難應付嘅係邊個敵人？係我哋自己。好多人都識答。今日我哋就要同大家嚟到睇睇第5章得勝人生最重要嘅戰役，到底係乜嘢戰役呢？我哋首先嚟到去睇一睇約書亞記第5章1到第9節，大家揾到嘅時候，我請大家一齊嚟到去讀呢一段嘅聖經出嚟。第一節開始，唔該。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那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你製造火石刀，第2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約書亞行割禮的緣故，是因為從埃及出嚟嘅眾民，就係一切能打仗嘅男丁，出了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嘅路上。因為出嚟嘅眾民都受過割禮，唯獨出埃及以後，在曠野嘅路上所生嘅眾民，都沒有受過割禮。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40年，等到國民，就是出埃及嘅兵丁都消滅了，因為他們沒有聽從耶和華的話。耶和華曾向他們起誓，必不容他們看見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就是流奶與蜜之地。他們的子孫，就是耶和華所興起來接續他們的，都沒有受過割禮，因為在路上沒有給他們行割禮。約書亞這才給他們行了。國民都受完了割禮，就在營中自己嘅地方等到痊癒。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嘅羞辱從你們身上捆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我哋一齊讀埋去，直到15節讀完佢。以色列人住埃吉甲安營，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嘅平原守逾越節。逾越節嘅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嘅出產。正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紅的穀，他們吃了那地嘅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以色列人不再有嗎哪了。那一年
他們卻吃迦南地嘅出產。約書亞靠近耶利哥嘅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嘅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嘅呢，係幫助我哋嘅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嘅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嘅鞋脱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照着行了。成章嘅聖經記載咗3個 events， 3樣嘢係以色列做咗嘅，亦都係神要佢哋做嘅。第一樣嘢，割禮；第二樣嘢，守逾越節；第三樣嘢就係見到神嗰個地方嘅時候，佢話佢係要嚟做耶和華軍隊嘅元帥，要約書亞除鞋喺個地方嚟到俯伏，然後約書亞喺個時間完完全全照足，就係咁樣做咗。3樣嘅行動，3個嘅 event， 帶出咗有3樣門徒過我哋嘅人生。門徒我哋要過一個得勝嘅人生，以色列人要打勝仗，我哋必須要問3個嘅問題。呢3個嘅問題我哋答對咗，做對咗，我哋就贏。如果呢3個問題我哋答錯咗，做錯咗，我哋就輸。我哋可以咁講，呢3個問題係決定晒日後31場嘅戰役，到底以色列人打贏還是打輸。我甚至可以咁講，呢3個嘅問題係決定咗我哋今日每一個嘅人，無論你信咗未信，甚至你信咗幾耐都好啦，到底我哋嘅人生嘅裏邊活得夠唔夠豐盛呢？我哋會唔會俾人彈一彈，成個人就火爆？我哋會唔會係俾過去一啲原生家庭綁住咗，以致到我哋成為一個自卑嘅人，充滿憂慮嘅人，經常神經痴痴，成日都覺得有人害你，成日都覺得有人講你？還是會唔會有一啲呢係好容易同人之間呢唔夠2句呢就埋牙，然後跟住呢就開火？還是下會唔會好多嘅時候要睇某一啲嘅人嚟到做人？我哋成日要討好某一啲嘅人，但係我哋討好佢嘅時間，你見到佢對你好似冇咩欣賞嘅時候，你個心就好唔開心，會唔會呢？又會唔會我哋好多嘅時候俾老闆嘅一啲嘅說話，教師嘅一啲嘅說話，你嘅配偶一啲嘅說話，父母一啲嘅說話，影響你嘅心情，少少嘅嘢係會令到自己瞓唔着呢？呢一段嘅聖經話俾我哋聽關鍵嘅所在。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當我哋留意睇到呢段嘅聖經嘅時候，我深深感覺到每日原來我哋都係面對緊呢啲嘅爭戰，甚至包括到傳道人都係針對面對緊呢一啲嘅爭戰。我點解咁講呢？因為過去嘅裏邊唔單止弟兄姊妹揾我，好多一啲信徒嘅領袖揾我，組長、執事長都揾我，甚至有啲神學生、同工、傳道人同樣都揾我。令人難過嘅就係，原來我當同佢哋去分析呢啲嘅嘢嘅時候，原來就係喺呢一場嘅戰役嘅上面出咗問題。有一個教牧同工，佢最近呢決定佢話佢要辭職，唔喺嗰間教會做啦，唔係我哋教會嘅。呢個係非常熱心、好有熱情去牧養傳福音嘅同工。而嗰個教會嘅本身呢，係得2個傳道人，如果佢唔喺度嘅時間點搞呢？我就問佢點解，佢話開完執事會嘅時候非常唔開心。主要嘅原因點解呢？就係因為有個執事講咗一啲嘅嘢，而嗰樣嘢呢，正中要害，係讓佢諗起咗細個嗰時候後父曾經對佢講過嘅一啲嘅嘢。係因為咁樣，佢嘅心裏邊呢，夜晚就開始有噩夢，好唔開心。而跟住呢，
日後當見到呢個執事嘅時間，佢直情想避開佢。咁越避呢就越多問題，往往就係咁嘅。神呢就好幽默嘅，你越係唔想見嘅人呢，佢就越要你見嘅；你越係唔想對嘅事呢，佢就越係要你做嘅。同唔同意啊？嗱，最幽默嘅就係往往係吉到應嗰啲嘅問題。咁卒之呢，經過一段嘅時間，一個表現呢越嚟越失常啊！咁又令到有呢個執事，特別嗰個執事呢，就直情對住佢，你點做牧師㗎咁樣？哇！就令到佢呢又喺度，即係記翻以前嘅後父。你有冇搞錯㗎？你點做人㗎？點解咁嘅嘢都會做㗎？咁，然後跟住嗰啲嘅説話一嚟到嘅時間呢，就令到佢非常非常難受。咁喺呢個難受嘅裏邊，佢已經無心戀戰，已經好多嘅注意力內耗咗喺呢啲嘅上邊。即係經過一段嘅時間，佢話咧佢要離開。當我聽完咗嘅時間咧，我跟住問佢：弟兄，你從來有冇諗過？其實呢一場係屬靈嘅爭戰啊！神係要透過呢個人，其實係要你克服你同你後父之間呢一啲嘅陰影。如果呢一樣嘢你一日仍然俾佢如影隨形纏住你嘅時候，你以後一世你都活喺你後父呢個陰影嘅裏邊，始終有一日你仍然要面對。但你有冇諗過呢？而家你要去克服佢呢？佢話點克服？我話好簡單，你以前對住你後父，你唔夠膽同佢衝撞。當佢講咗啲無理嘅嘢，你唔敢話俾佢聽。當佢講咗啲嘢踩到你好似完全體無完膚嘅時候，你唔敢將你嘅感受講出嚟。但係而家呢個係你嘅執事，佢唔係你嘅後父，你有冇可能都諗一諗？佢係你嘅羊，佢同樣都需要你教導嘅。如果佢有時候針對咗人，唔係針對事，你能唔能夠話翻俾佢聽？凡事說造就人嘅好話，污穢嘅言語一句唔好出聲，然後跟住將你嘅感受講咗出嚟，話俾佢聽。如果你針對件事，我好樂於接受，但係當我聽到你針對咗人，我就好難去接受到呢一樣嘢，我個心就好唔舒服。能唔能夠咁同佢講呢？我好感恩，即係當我同佢講咗呢一啲嘢嘅時間呢，佢出之鼓起勇氣，佢願意去揾呢個執事，兩個人面對面嚟到將呢啲嘢講翻出嚟。我後來我聽翻嘅時候，嗰個執事好開心，佢能夠將佢嘅感受講咗出嚟，而呢個執事嘅本身又喺佢面前向佢道歉。哇！嗰日嘅言語，我冇意，但係如果傷咗你，牧師我都請你原諒。然後跟住佢就話咧，我喺你嘅身上，神係有一啲嘢要我學。然後佢就將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嗰啲嘅嘢咧，佢講翻出嚟。我好感恩呢個牧者冇離開佢教會，但係佢就真係上咗一個屬靈嘅功課。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就嚟到睇一睇呢三個問題到底係咩問題？點解我哋需要答啱做啱佢，然後先至能夠有一個得勝嘅人生呢？第一個嘅問題，第1節至到第9節，我唔係邊個？呢一個嘅問題嘅本身，我諗好多嘅人你唔識去問，但係有意無意之間，你係答錯咗嘅。第1節至到第9節講嘅係乜嘢呢？係講到以色列人過咗約旦河之後，佢哋面對緊嘅係一個最高大堅固、最穩陣、最難攻嘅一個嘅城。呢個嘅城呢係叫做耶利哥。按照歷史嘅記載，城牆嘅高可能有成40-50尺，城牆嘅厚有成30-40尺，喺上邊起屋都得嘅。換句話嚟講，你要真係攻冧佢，你甚至用到最現代嘅炮都未必打得佢冧嘅，係成40-50尺闊啊！起埋屋喺上邊，你諗一諗係相當闊嘅。咁啊，跟住第3呢，喺嗰個地方以前都係一路都有嘅各種唔同防禦嘅一啲嘅工具。以色列人過咗河之後，後邊係漲到滿瀉嘅約旦河，
你退無路啊！你退係冇得退嘅。前面係一個高大嘅城牆，然後跟住前面呢一度咧，全部係空地，200幾萬人打得嘅人，4個當中最多只有1個。喺一個咁樣嘅情況裏邊，佢係完全冇嗰個叫做預防嘅一個意義，冇晒呢啲嘅作用。但係耶利哥嗰啲嘅城呢，如果佢要攻呢，就好容易就攻出嚟啊！佢要守呢，亦都好容易守啊！所以以色列人係處喺一個劣勢嘅裏邊，喺呢種咁嘅劣勢嘅裏邊，並宣旨兵法。我相信喺呢啲咁樣嘅情形，如果你乜嘢預防嘅，你可以話一個地勢優勢都冇嘅時候，最適宜速戰速決。無論點混入去又好，乜都好，有咁快得咁快，捐咗個入去，然喺入邊打，開咗個窿就入去，呢個最好啊！木馬屠城就係咁樣吓，無論用咩方法入到去之後呢，然後跟住就幫佢打，開一個門，然後就衝入去，肉搏戰都得。當時我哋見到好特別，過晒河啦，面對住一個咁大嘅城牆啦，然後神跟住對佢講，佢嘅我叫做耶子兵法，係耶和華嘅，唔係孫子，係耶子，耶和華嘅兵法。佢叫佢做乜嘢啊？約書亞，你製造火石刀，第2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哇！佢第一樣嘢要佢做嘅就係自殘。各位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大家你係約書亞，你點去回應呢一樣嘢呢？我成日中意呢，就係當我靈修嘅時候，我好中意去諗啊。如果我係約書亞，我嘅反應會點呢？我記得我嗰時呢，好耐噶啦，我思想呢段嘅經文，我個心裏邊諗呢。如果我係約書亞，我就話咩話？神，你叫我做咩話？咁佢話製造火石刀啊，割禮啊，冚唪唥嗰啲未受過割禮嘅以色列人都要行割禮啊！我聽清楚之後，我跟住第2句會點嘅咧？我一定會話：神啊，冇搞錯啊嘛，我冇聽錯啊嘛，前面係一個最勁嘅仇敵。我哋要打，後邊係冇得退嘅。你而家叫我哋行割禮，仲要用火石刀嚟割啊！我唔知道大家你知唔知咩叫割禮呢？割禮就係將男性生殖器嗰啲嘅包皮割咗佢。嗱，從今日醫生嗰方面做呢樣嘢呢，主要係為咗佢衛生，以至到冇任何一啲嘅菌或者唔健康嘅嘢、污糟嘅嘢咧積咗喺裏邊。而以前呢，神係用呢一個成為一個立約嘅憑據，以色列人以後都要咁做。好可惜，當佢哋出咗埃及之後呢，未做過，所以咧神就喺呢個時候要佢哋做。如果神堅持話係啊，係要割啊，咁我一定話神啊，你唔記得雅各嗰啲仔同示劍嘅關係咩？咁嗱，創世記記載呢，就係示劍曾經有一段嘅時間呢，中意咗雅各一個女。當然我一定會如果係我呢，我一定會提。咁佢中意個女之後呢，咁啊同呢個女發生咗關係，奸污咗佢。嗰啲仔聽咗之後勞氣啦，但係要打呢，就未必夠佢哋人多勢眾，未必夠佢哋打。咁點呢？咁卒之呢，雅各嘅12個仔呢，就諗咗一個屎橋，係絕橋嚟嘅。咁呢個橋就係咩呢？你呢班未受割禮嘅外邦人，未受割禮嘅人，你想娶我個女咁容易咩？除非你哋咧冚唪唥嘅人，成個城嗰啲人全部受晒割禮，咁你受晒割禮咧，你先有資格娶我個女，娶我嘅妹。咁呢個示劍係真係蠢得交關，佢又真係佢又中意嗰個女啊，即係中意個女仔啊。因為咁樣嘅緣故咧，佢就下令冚唪唥嘅男人全部割禮。一割完之後咧，就嗌救命，個個喺度痛到嗌救命。嗱，而家嘅手術刀咧，割完之後
可能個傷口幾日就埋得到，好快嘅可能。但係以前嗰啲嘅刀咧係用火石刀，石嚟嘅啫，啲石片，你可能鋸成10幾下都未斷嘅。你諗一諗，咁鋸完之後個傷口會點咧？就一定好大㗎啦嚇！傷口越大，你就會有好多嘅發炎啊，樣樣嘅嘢都可能會出現嘅。而痛嘅日子咧，就肯定會更加長。但係示劍為咗要娶雅各呢個女，佢竟然咁做。結果係嗌救命嘅時間咧，雅各嗰啲嘅仔咧就預先預定咗，趁住佢哋嗌救命嘅時候，攞刀嚟一個一個將佢哋鋸晒、殺晒。呢一個個故事，我相信一路喺以色列人嘅當中傳頌。如果唔係，唔會即係流傳到喺聖經嘅當中。以色列人對呢啲嘅嘢耳熟能詳，而約書亞冇理由唔知嘅。但係好奇，約書亞第3節，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除皮山，我相信就係紀念呢一件事後來起嘅名嚟。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哇！佢牛唔牛啲咧？我成日喺度諗，咁都得。然後跟住我一路睇落去嘅時候，我明白，原來神要話俾佢聽，你要打呢一場嘅仗，你要贏咩？你要緊緊記得，第一樣嘢你要打嘅，唔係同敵人打，係同你自己打。你唔係邊個？你要搞清楚先。如果唔係嘅時間，我俾你一帆風順入咗去流奶與蜜之地都好啦，你一樣享受唔到豐盛嘅人生。流奶與蜜唔係要改變環境，流奶與蜜係我哋嘅心境。如果你嘗試要改變環境，你唔改變自己嘅心境，我哋以後都無法經歷呢一種流奶與蜜嘅境界。你唔係要改變人哋，你首先要改變你自己。呢個係最重要嘅一樣嘢。我哋喺邊度睇到嗰個教訓呢？第9節，國民嗰度呢，受完割禮，就喺自己嘅營中、自己嘅地方等到痊愈啦。第9節，我哋一齊讀啊！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嘅羞辱從你們身上捆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捆的意思，直到今日。親愛嘅弟兄姊妹，點解神喺呢個地方特別要佢哋行割禮呢？原來佢話我要將你哋身上嘅羞辱，第一樣嘢開刀，將佢一刀兩斷。一日你哋呢一啲嘅陰影唔割除，你哋一日都冇辦法能夠過一個得勝嘅人生、豐盛嘅人生、喜樂嘅人生。原來以色列人400幾年喺埃及地，係人哋嘅奴隸，係人哋嘅妹仔，係人哋嘅婢女，人哋嘅奴僕，做到隻劇咁冇工錢，生出嚟嗰啲又係奴隸，社會裏邊冇地位，冇選舉權，冇被選權，佢哋係僕人，佢哋冇任何嘅權去 say no。主人叫佢哋做，佢就要做；主人叫佢哋死，佢就要死，係抬唔起頭做人嘅一班人，亦都冇可能有機會接受到教育，除非你喺屋企嗰裏邊你自己教。如果唔係嘅時間，完全冇一切社會上呢啲嘅地位可以。以色列人受盡各樣嘅苦況，佢哋哀求神。神喺呢個時候好明白呢啲嘅人。當我哋從一個為奴之家出嚟嘅時間，佢哋最需要第一樣嘢要做嘅係乜嘢咧？係要矯正佢哋自己嘅價值觀，佢哋自己嘅形象、自我形象，佢哋自己嘅人生觀。佢要話翻俾自己聽：我唔係吳下阿蒙啊，我唔係奴隸啊，我唔係 nobody 啊，我係有用，我係有神嘅形象樣式嘅，我係有神嘅羔羊救我出嚟噶。除非佢哋識答呢一個嘅問題，否則佢哋永遠冇辦法能夠享受豐盛嘅人生。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大家喺過去嘅裏邊童年嘅成長嘅當中，
有冇啲嘅傷害到而家仍然深深印喺你哋嘅裏邊？耐唔耐就提醒你哋，唉，我曾經俾人剝晒褲嚟到打，俾後母虐待，曾經俾阿 Sir 罰企，舉書包，舉到麻木，曾經被罰，急都冇得去廁所，以至到對住啲同學賴咗，俾人笑，曾經俾人玩到盡，曾經一個月裏邊3份工俾人炒，我曾經試過擔梯，我曾經點。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到而家為止，有冇仍然出現呢啲嘅陰影喺你嘅裏邊？有啲人細個嘅時候俾人性騷擾，俾人非禮，俾人用言語羞辱，呢啲嘅陰影到而家為止，有冇仍然出現喺你嘅裏邊？如果呢啲嘢仍然出現嘅時候，你需要記得，我哋今日要好似以色列人一樣行割禮，一刀兩斷。我唔係嗰個，我係神重價買翻嚟。跟住第二個問題，我覺得第10至到12節非常清楚話咗俾我哋聽，就係透過第二個 event， 我哋要問，而我哋又去識答，我係邊個？嗱，我唔係吳夏蒙，我唔再係為奴之家嘅人，我唔再係撒旦呢一啲嘅敗質，我唔再係以前嗰個自卑、憂慮、睇唔起自己，我都覺得自己冇用，唔係嗰個啦，而係我被神用重價買翻嚟嘅，佢愛我嘅。咁我係邊個呢？你一定要識答。第10至到12節。神俾以色列人做嘅第二樣嘢，亦都係佢哋出埃及嘅時候，神提醒佢哋：你哋以後要成為一個定例，每逢到逾越節嘅時候，你要記得，我係咁樣帶你出嚟嘅。就係透過逾越節嘅時間，神係用一隻羔羊頭生嘅羔羊，佢嘅血塗喺嗰啲門楣門框嘅上邊，然後跟住呢，耶和華嘅使者經過嘅時候，因為見到個門楣門框有血啊，有羔羊嘅血，冇入去殺佢哋，以至到佢哋嘅長子頭生嘅嗰啲嘅牲畜全部得以保留，唔需要死。但係埃及嘅全部都受遭殃。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神就要話俾佢哋聽，點解你嘅命得以保存呢？係因為一個羔羊嘅血流出咗啊！然後你哋以後要繼續不斷都要用呢隻羊，佢嗰啲骨一根都唔可以折斷。然後跟住呢，你就係食呢隻羊，透過呢個羊嘅獻祭，你要記得呢一樣嘢。第二，每逢到逾節嘅時候，你要食無酵餅。羊同無酵餅有咩關係呢？原來呢個羊按照呢個預表同埋成就咗嘅，就俾我哋知道呢隻羊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係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舊約只不過係一個預表，然後希伯來書嘅10章1節，舊約嘅律法只不過係新約嘅影兒啊，係讓我哋睇得見一個實體係耶穌啊。原來神係透過呢一隻嘅羔羊除去我哋嘅罪，俾我哋知道，原來神既不愛惜自己嘅兒子，為我哋白白捨咗。我哋點解仲需要活在過去，睇唔起自己，接受唔到自己嘅當中？點解唔諗到我係用一個無比嘅重價買翻嚟？佢叫我哋可以從灰塵、從糞堆嗰度抬舉提拔咗出嚟，同王子同坐，同我哋嘅主同坐嘅時候，我哋就知道我哋係何等高貴嘅人。唯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喺嗰個時候，任何批評、任何人哋踩你、吉你都好，我哋唔需要卸膊，我哋可以好坦誠。係啊，人呢有好多時候都會有軟弱，我都希望你呢提點下，以至到我哋可以早啲矯正。
幫幫忙啊，話俾我哋聽啊，有邊呢個嘢我哋可以改善，以至到我可以做得更加好。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你見到喺今日，政客又好，議員又好，老闆又好，任何人都好，一個健康嘅自我形象，佢就能夠有一個得勝嘅人生。如果我哋今日嘅自我形象係建立喺我哋有嘅嘢，我哋正嘅嘢，我哋得嘅嘢嘅上邊，遲早有一日，我哋會接受唔到自己。遲早有一日，我哋嗰啲洋相會全部露晒出嚟，然後跟住呢，甚至連我哋自己都會厭惡自己。親愛嘅弟兄姊妹，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神就透過第二個 event 提醒佢哋：你係邊個？我哋係羔羊救贖出嚟嘅，我係用羔羊嘅血買贖出嚟嘅。因為咁樣，我嘅生命我唔需要用成就衡量，我唔需要用我賺幾多錢嚟到睇，我唔需要睇我住喺邊間屋嚟到睇，我唔需要我着成幾光鮮去睇，我唔需要用其他嘅嘢襯托我嘅價值。我嘅價值就係主耶穌基督，佢睇得起我，佢買贖我，佢救我，神睇得起我。喺我嘅身上，我有神嘅形象樣式，我將來要同佢一齊坐席。弟兄姊妹，你有冇呢？如果我哋當中喺呢個問題上仲未有100%肯定嘅時候，我希望你哋盡快可以肯定，以至到日後每遇到呢啲嘅戰爭、屬靈嘅爭戰，你能夠一帆風順，絕對嘅你可以打贏呢一場嘅仗。跟住第三個問題，你同我都必須要問。第13節去到15節，我哋再一次讀一讀。約書亞靠近耶利哥嘅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嘅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着行了。有一樣嘢，你同我真係需要學。每次呢啲嘅吩咐一嚟到嘅時間呢，約書亞就係咩意思呢？即刻問都唔問。我諗翻下我呢，有排都學唔到約書亞。我係中意真係變到清清楚楚，唔好搞錯。所以我又係咁嘅。如果我係約書亞，面對咁嘅境況，我嘅回應會點呢？嗱，我睇住，當我要靠近耶利哥嘅時候，舉目一睇，咦，睇到有一個人攞住張刀啊，咁對面站立。咁我諗，我會問乜呢？我問咗先，即係我自己心裏邊，我會問呢句，然後睇睇聖經。咦，英雄所見略同我吓。嗱，點解呢？因為如果我遇到咁嘅嘢呢，我一定問：喂，你係邊個？你係幫佢還是幫我先？嗱，你幫佢咧，我就鋸你啊，打低你先。你係幫我哋，咁啊睇一睇，你係咪奸細呢？嗱，呢個好正常，同唔同意啊？有幾人都會好似我一樣，你會問呢樣嘢。舉嗰啲好嗎？係，我哋都係約書亞嚟。好啦，咁問完之後呢，好特別。呢個人嘅回答：對唔住，我係唔幫你，我又唔係幫佢，我係嚟做耶和華軍隊嘅元帥，我做 boss。咁如果係我呢，咁我會點呢？你做 boss？你做三軍總司令？你有咩料先？你有乜嘢證據？你係真係做呢樣嘢先？但約書亞咧，我真係唔係好明，佢嘅信服咧，信服成咁嘅，就俯伏在地下拜。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嗱，我相信呢一句嘅說話咧，佢知道係帶住一種能力，
呢一種嘅能力可能直透佢嘅心。人唔識講嘅，除非呢個係從神嚟，而從神嚟嗰啲咧，講出嚟嘅時候係咪咁咧？即係個心有冇種心靈嘅反應咧？咁亦都有個個都唔同嘅一啲嘅反應。而約書亞當時嚟講咧，佢就俯伏在地下拜，然後跟住講咗一句：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神就叫佢除咗呢個鞋，因為你所站嘅係聖地，係聖嘅。咁佢就照着行了。呢段嘅聖經嘅交代簡而精，就係咁樣。喺我身上我學到嘅一個功課，就係要問第三個問題。你同我都必須要問，唔單止我哋要問我唔係邊個，我係邊個。第三個問題，我哋仲要問神係邊個？對我自己最大嘅教導係乜嘢呢？對一般嘅信徒，對我哋嚟講，信仰我哋嘅神，佢係邊個呢？我諗翻嘅時候，哇！原來我真係好似約書亞一樣，好多嘅時候，神係咩呢？神就係我需要嘅時候，咪嚟幫我咯，係嚟幫我啊！我哋睇翻而家一般拜偶像嗰啲人咧，都係一樣嘅。神係邊個？我有需要，佢咪嚟幫我咯。有幾多人同意噶？可唔可以舉手？神係嚟幫我哋。我哋絕少諗過，佢係 boss，佢叫我做乜，我就做乜。拜偶像嘅人，黃大仙有求必應咯。邊個求啊？梗我哋求啦。邊個應啊？咪佢應咯。我求佢就要應啦。我求佢唔應咩？咪炒佢魷魚咯。嗱，呢個係一般人嘅信仰嚟噶嘛？係咪啊？你諗一諗，我哋祈禱祈嚟祈去都冇應嘅，你祈嚟做乜啫？信嚟做乜啫？無數次我哋都係面對緊同樣嘅問題，但係往往喺呢個問題嘅上邊，我哋自己搞錯。點樣搞錯咧？如果我哋係無所不知，我哋何必要信呢？如果我哋識嘅嘢仲多過神，信佢嚟做乜啫？信自己啦。咁如果神知嘅嘢多過我，佢掂過我，咁邊個聽邊個呢？弟兄姊妹，邊個聽邊個？佢聽我還是我聽佢啊？邊個聽邊個啊？咪梗係我哋聽佢啦。但係好可惜，理性上我哋知道，我哋嘅神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係要我哋聽佢。實際上，我哋好多嘅時候係要佢聽我。一個姊妹同男朋友嗌咗之後，男朋友咧要掟煲，唔再繼續啦。咁啊求牧師啦吓，我都係其中一個被求過嘅人。咁啊聽完咗之後，咁我哋就鼓勵，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唔係佢幾時翻嚟啊！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自己甘心樂意翻嚟。分析咗嘅時間，你有冇即係諗一諗，係乜嘢令到佢火爆，令到佢唔想繼續行？有冇啲嘢其實佢係受咗傷害，唔開心，而你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可以做得到。好可惜，我諗好多嘅時候咧，當有呢啲嘅場面出現咗嘅時候，太過專注，快啲佢反轉頭，而冇跟住去處理佢嗰啲根本嘅問題。咁跟住為個禱告，然後跟住話咧，牧師禱告有冇用噶？我話即係睇下咩用啦咁。咁佢話係咩用啊咁？我話禱告如果正嘅咧，咪改變到我哋自己咯。如果呢個禱告係合神心意咧，佢咪開路咯。咁我點知道係咪合神心意啊？咁樣咁啊環境有印證噶嘛？嗱，我就跟住話俾佢聽，
如果喺呢方面唔開路，你記得呢個可能真係神話俾你聽，唔係好啱你，及早攞走，免得以後繼續受苦，未嘗唔係一個好處嚟嘅。但另一方面嚟講咧，或者神預備一段嘅時間俾你哋兩個都成長咧，以至到大家都成為一個叫做 adequate person。Only adequate persons make adequate partners adequate。即係話咧，一個真正理想嘅夫妻呢，唔係去揾一個理想嘅配偶，乃係自己首先去成為一個理想嘅配偶。呢個係最重要。你睇下邊啲嘅嘢你可以學，我就係同佢分析。結果呢，後來我知道嘅呢，就係佢唔再返教會啦。咁唔再返教會嘅原因呢，有個姊妹同我講，佢話基督徒嘅禱告同空氣講嘢，咩個個都喺度禱告都唔靈嘅，祈禱唔靈嘅，咁我仲信嚟做乜嘢啊？弟兄姊妹，呢個就係問題嘅所在。原來我哋嘅禱告係為乜啊？係神嚟幫我哋，而唔係話呢，我睇一睇神喺我身上，仲有冇啲功課俾我學，有冇啲嘢要我改變，以至我改變咗之後，成為一個更加合佢心意嘅人。喺呢段嘅聖經，神透過佢同約書亞之間呢一個嘅交談，俾我哋睇到一樣非常重要嘅嘢。神係邊個？佢係主，佢係 boss， 係我哋聽佢，唔係佢聽我哋。美國嘅南北戰爭嘅時候，我聽講林肯總統有一段嘅時間同佢手下一員嘅大將有一個咁嘅對話。嗰個將軍就對佢講：總統先生，我絕對相信勝利係屬於我哋嘅。咁呢個總統聽咗好開心。將軍，點解咧？咁呢個將軍佢就話：因為我哋有神站喺我哋嗰邊。林肯聽完咗之後，笑笑地同佢講：將軍，我都相信勝利係屬於我哋嘅，但係原因呢，唔係因為我哋有神站喺我哋呢一邊，而係因為我哋站喺神嗰一邊。我哋係為咗神佢自己嘅心，佢嘅原則，佢對人嗰個重視，所有嘅人喺神嘅面前一律平等，唔能夠有奴隸主人之分。我係為咗呢一樣嘢，係我哋站喺神呢一邊，所以我哋相信勝利會屬於我哋。呢句嘅教訓俾我哋有好大嘅提醒。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日後喺我哋每日屬靈嘅爭戰嘅當中，同人有嫌隙嘅當中，或者某啲嘅嘢對峙爭取整個個過程嘅當中，我哋有冇同樣一個嘅考慮？係我哋站喺神嗰邊，而唔係我哋去求神站喺我哋呢一邊咧。我哋低頭做個禱告。喺我哋禱告嘅時候，我想問一問在座中有幾多人過去個裏邊都係俾一啲過去原生家庭一啲嘅陰影，受過傷害一啲背景，某一啲嘅苦難嘅背景，到而家為止仍然影響緊你，耐唔耐就纏住你嗰啲嘢呢？嗰啲感受情緒就會出嚟。有冇咁嘅弟兄姊妹？我請你舉手。見到喺今日，我好想問我哋當中有幾多人，你願意將呢啲嘢一刀兩斷？從今以後，我唔再俾呢一啲嘅嘢纏住我。你願意釋放？你將你自己釋放出嚟。願意嘅，請你舉手。我哋感謝神。跟住，我亦都想問一問，有幾多人過去個裏邊，你從來都未接受過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但係今日，原來睇見耶穌基督唔單止俾我哋救恩，佢真係要俾我哋一個豐盛嘅人生，流奶與蜜嘅人生。有幾多人你願意考慮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而且做你一個豐盛生命嘅主？我請你舉手。我見到，
請放低，見到請放低。仲有幾多個呢？我見到。嗱，我而家係為你做一個禱告。我特別請嗰啲願意決志信耶穌嘅人，你企起身。同埋頭先咧，你願意將過去呢一啲嘅包袱一刀兩斷，都請你起身。我會同你做呢個禱告。我哋一齊。親愛嘅主耶穌，你真係我哋嘅救主，你亦都係我哋生命嘅主。我願意你嚟到我嘅心中，唔單止做我唯一嘅救主，你做我生命嘅主。你帶我唔單止得着永生，你又透過我真係識答過3個問題。我唔係邊個，我係邊個？神你係邊個？以至到我能夠活出豐盛，享受每日嘅生活。求你帶領我，賜俾我力量，每日過得勝嘅人生。我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我哋一齊用掌聲嚟到恭喜呢啲弟兄姊妹，好嘛？